呢堂課針對髮量稀薄嘅人，示範線條鬆弛、有慵懶感嘅高髻。紮高馬尾時最驚鬆，留意梳理時，手掌虎口位要一直緊貼頭皮。將下面頭髮往上梳，就飽滿又圓潤。同兩股柳邊比較，咁樣一片片整嘅紋理，覆蓋率更高，覆蓋目標更靈活。用竹籤固定初形。如果頭髮太碎，要之前喺大馬尾啲液體蠟。液體蠟比眼蠟或噴霧蠟滲透力較強，因為一開始扭波時呈八字唔係圓圈形，所以高髻紋理更有層次。當劉海喺尷尬長度時，可以屈企根部，除咗有效縮短，劉海都唔容易散開。